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昨天我们从列王纪上第17章看见以利亚在干旱当中，经过乌鸦的供应、撒勒法寡妇的供应，甚至让撒勒法死去的儿子，撒勒法寡妇死去的儿子又死里复活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第18章，先知以利亚他服侍的最高峰。第18章第一节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到第3年，上主的话临到以利亚讲：你去见阿哈，我要落雨伫地面上。以利亚就去要见阿哈。迄时撒玛利亚饥荒真严重，阿哈就叫伊的管家俄巴底亚来。俄巴底亚不知敬畏上主。亚西别在抬上主的先知的时，俄巴底亚将先知100人藏起来，每50人藏伫一个洞内，用饼甲水供给因。阿哈甲俄巴底亚讲：你着四过去找，到所有的水泉边甲溪边，看会当找着一青草袂，通互马、骡活地。才免真生死去。因就分开去找。阿哈行一条路，俄巴底亚家己行另外一条路。18章第一节提到第三年，那这第三年呢，可能指的就是以利亚从基利西来到了西顿撒勒法，或是呢，在撒勒法经历了这个妇人寡妇儿子的死后复活的第三年。那这个时间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的第4章25节，还有雅各书的第5章17节，知道当以利亚宣告不下雨的时候呢，到下雨总共有3年半。好，那所以这个第三年，那相当的长，并且呢，许多地方不仅是基利的溪水都已经枯干，连整个撒玛利亚的饥荒，第二节说非常严重。但是第18章一开始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，那这是第3次。好，所以耶和华的话第一次临到以利亚，叫他躲到约旦河东的基利溪。第二次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，要他去到西顿的撒勒法。第三次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，要他去被亚哈看见，因为上帝要降雨在地面上。所以17章第一节以利亚一出现的时候说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水，也不下雨。好，但是下不下雨不是以利亚决定。从18章的第一节，好，上帝说我要降雨在地面上。好，所以这背后的主权主导是在神。那以利亚去，那但是第三节介绍亚哈的管家和本翻厄巴底，现代中文台语都翻成厄巴底亚。那这个厄巴底亚呢，名字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。那跟小先知的厄巴底亚同名同姓所以现在的台语、现在的中文都把这个厄巴底翻回原来的厄巴底亚。他是一个非常也就是一个极度敬畏耶和华的人。在一个邪恶的君王亚哈的手底下，有一个非常敬畏耶和华的仆人。怎么敬畏呢？就是他做了一件事情。第4节，在耶洗毕皇后杀耶和华先知的时候，厄巴底亚就藏了100个先知。好，那分成2批，50个藏在洞穴，不仅把他们藏，还让他们存活，供应他们水还有饼。那这让我们想到为什么上帝要以利亚躲在基利溪？好，或许也就是因为以利亚宣告，好，用神的名宣告不降露水不下雨，引起了亚哈甚至是耶洗毕皇后的愤怒。好，所有跟先知有关的，跟耶和华先知有关的，好，都要杀害。好，但是呢，厄巴底亚呢，藏了100个，还给他们
吃，给他们喝。好像以利亚被藏在基利溪的时候，也有乌鸦、雕饼和肉来供养。那这时候，亚哈王和厄巴底他的管家厄巴底亚，那出来从撒玛利亚出来，为什么出来呢？从这个城出来，就是说我们要走遍这地，到一切水泉旁或一切溪边，或者找到青草。那有找到青草，就可以救活马和骡子，那免得丧失这些牲畜哦。那所以亚哈和厄巴底亚出来寻找的，是找水，为了要来救活这些的牲畜。但是亚哈不晓得他要寻找神，他要寻找水的拯救。但总之两人呢，厄巴迪亚呢，在亚哈可能也是很重要的大臣，所以或许也没有其他的牲畜，没有其他的马或骡子可以骑乘，或许就是整个撒玛利亚城最后的马和最后的骡子，那他们就出来寻找。所以两人分地巡查，亚哈自己走一条，厄巴迪亚自己走一条，可以说是地毯式的寻找。第七集，俄巴迪亚伫路尼拄着伊利亚，俄巴迪亚认着伊就拍落去讲：你是我的主伊利亚是无？伊应讲是，你甲你的主人讲伊利亚伫遮。俄巴迪亚讲：你的仆人有犯什么罪？你竟然要害我，互阿合刣死？我记因我的上主，你的上帝救抓逐族逐国，我的主拢派人去咧找你。因若讲伊无伫遮，就叫迄国迄族的人救抓讲，伊实在找袂着你。当你讲去甲你的主人讲，伊利亚伫遮，我一个离开上主的神，毋知要甲你带去什么所在。我若去甲阿合讲你伫遮，伊来找无，若找无你，就会甲我刣死。毋过你的仆人对少年就敬畏上主，当亚西别在刣上主的先知的时，我所做减无人甲我的主讲。我有将100个上主的先知藏起来，每50人藏伫一个洞内，用饼甲水供给因。当你讲去甲你的主人讲，伊利亚伫遮，伊一定会甲我刣死。7到14节，是这个厄巴迪亚和路上巧遇先知以利亚。以利亚呢，要厄巴迪亚回去告诉他的主人亚哈，来见以利亚。但是厄巴迪亚在意的是，当他如果真的去找主人，回来的时候以利亚不见了。为什么他会这样认为呢？因为可见过去3年半的时间，或是3年多的时间，亚哈王就是一直要找以利亚，甚至耶喜碧皇后也要找以利亚，找不到的人他就找到先知就把他处死。好，那所以厄巴迪亚担心，当他回去告诉他的主人，但亚哈来了，结果以利亚又消失了，那剩下人头要落地的就是厄巴迪亚。好，那但是厄巴迪亚也讲到他自己的见证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，他甚至把神的先知都藏起来，藏了100个，用水和饼供养。那以利亚呢就回答，第15节，以利亚讲：我记我所服侍的上主万军的统帅就怎讲，今仔日我一定要互阿合看到我。罗巴迪亚就去见阿合，甲伊报告，阿合就来见以利亚。阿合看到以利亚就甲伊讲：你这个害以色列凄惨落魄的。以色列应讲，以利亚应讲，害以色列凄惨落魄的，毋是我，是你甲你的老爸的家，因为恁去杀上主的诫命去缀巴力，当你就派人去调集以色列众人，以及食亚西别的饭的巴力先知450人，以及阿舍拉的先知400人，叫因拢去加别山我遐。阿合就派人去以色列众人遐调集先知去加别山。当以利亚指上帝的名起誓，他绝对不会离开，今天一定会见到亚哈。厄巴迪亚才放心的去找了亚哈。
当亚哈一见到以利亚，他真的是非常的气啊。他说：“真的是你吗？你这使以色列遭殃的人哦。”好，所以在亚哈的心中呢，他认为这3年多这么严重的饥荒，好，饥荒严重到唯一的马和骡子，他们要出来找最后的一点水源、一点青草，免得这些的牲畜来渴死、饿死。好，那他现在把这个气、把这个账都怪在以利亚的头上。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去分析亚哈所谓的使以色列遭殃，那到底遭谁的殃呢？这一场饥荒、好干旱，是遭巴力的殃，还是遭上帝的殃？好，到底是谁不高兴？是上帝不高兴，还是巴力不高兴？好，等一下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这个圣经的答案。而以利亚回答说：“让以色列遭殃的不是我，是你，好，就是亚哈，还有你的父亲，好，也就是暗利，好，因为你们离弃神的话，好，神的诫命，好，去随从巴力。那以利亚呢，19节要亚哈呢采取行动。那接下来这些行动呢，是出于上帝，还是不是出于上帝？好，在圣经没有特别记载。就好像17章一开始，到底以利亚说他不祷告就不下雨，是出于自己还是出于神？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和以利亚做非常奇特的配搭。以利亚呢要求亚哈把他所有的巴力先知，就是他的皇后耶喜别所供养的有450个，另外还有400个是亚瑟拉，也是巴力老婆的先知，400个加起来是850个，要他们都上到加密山好来。那亚哈呢就把他们都召集好去到了加密山。那从这个地图我们来看，好，之前先知以利亚，好，他从基利西来到了西顿的撒勒法，好，在这边有几年的时间。那现在呢，讲到了在撒玛利亚城，好的饥荒非常严重，那以至于亚哈和他的臣仆家宰厄巴迪亚要出来寻找最后的草和水源。那所以先知以利亚就在这里路上遇到了这个厄巴迪亚，然后见了亚哈，见了亚哈呢，要求好亚哈他所有的巴力先知、亚瑟拉先知都要到加密山来聚集。加密山的意思就是花园，好花园。那加密山，好，这座山呢，好是离地中海比较近，好，那它山的这个造型，好大概是这样，好，所以山势不高，好，但是上面的这个台，好是比较长形的，那他们就要在这山上，好要来展开好所谓的真神假神的决斗啊，好21节。以利亚惊我进人对因讲：恁心存两意，无要决断，要到什么时？那上主是上帝，就着顺探上主；那巴列是上帝，就着顺探巴列。进人一句话都无应。以利亚搁甲进人讲：上主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个。毋过巴力的先知有450人，甲阮牵2只牛犅仔来。巴力的先知先紧一只，切规地下伫柴顶，毋通起火。我嘛会准备另外迄只牛下伫柴顶，嘛袂起火。互巴力的先知求叫因神明的名，我求叫上主的名。倒一个用火回应祈祷，迄个就是上帝。众人拢赞成。以利亚对巴力的先知讲：恁紧一只牛犅仔，先去准备，因为恁人较多。恁求叫恁的神明的名，毋过毋通起火。遐个先知将福音的牛犅仔传好势，对早起到日头求叫巴力的名，讲巴力啊，着应允。毋过无声无说，拢无应答，因伫所起的坛周围着跳。到中昼，
伊利亚其七因讲，喊较大声咧，伊是神明，可能伊是伫默想，也是伫无闲，也是出外去旅游，也是伫困，恁就甲伊叫醒，因大声求救，照因的仪式，因倒扑，因枪插家己，直到规身躯流血。对过道到现下方坐的时，因大声嚷乌白话，毋久拢无应答，无动静，嘛无甚物回应。当以利亚对亚哈好下战帖，好，那就是要到加密山上，也就是到花园，好，要来做一个决斗，到底谁是真神？好，比赛的方式，好，就是用同样的两只牛犊小牛，好，分成两个坛，那各自呢，向他们的神自己的神来祈求。那若是真神，他就会应允祷告，并且降火，好来烧掉这些的献祭，不是人工点火，是由神明来降火。那但以利亚呢，好，他对百姓说，21节，你们心持恶意要到几时呢？心持恶意，好，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脚踏两条船了，好，一只脚好各踏在不同的船上，好，那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态，好，所以到底是以色列遭殃，是遭上帝的殃，还是遭巴力的殃，或是他们根本搞不清楚这场饥荒到底是从谁来的，从上帝来的，是上帝不高兴，还是巴力不高兴？这也反映出亚哈的心态。看到以利亚就说：“真的是你吗？你这个使以色列遭殃的人哦。”好，但以利亚好清楚知道，使以色列遭殃的不是我，是你和你的父家。那所以他们在这场决斗当中呢，都是用各自祷告的方式。那也可以看出大家都同意，好，而且呢，他们都深信不疑。好，当他们祷告，那他们呢就会蒙他们的神明的应许，就会降火，好，来烧掉这些的献祭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条件就是都不能自己点火，好，只能够透过祷告，看哪一个祷告的神，好，愿意来垂听祷告，好，并且降下火来，好，那就是真正的神。所以当他们把牛准备好，那让巴力的先知好比较多，有450位，所以他们从早晨到中午，好，那这里用了求告、求告、求告，那他们的祷告也是求巴力啊，求你应允我们，但没有声音，没有回应，甚至他们还蹦跳，甚至还用刀枪刺伤自己，割伤自己，直到浑身流血。而到中午，好，那以利亚27节，好，也非常讽刺的嘲笑这些巴力的先知，再大声一点，好，因为你们的神可能在默想沉思，可能正在忙着，好，那正在忙着，好，在和本有个小字啊，就是正在大解啊，好，可能他正在上厕所。啊，有的翻译是他走到一边去，到旁边去，好，在旁边上厕所，或在路上，或在睡觉，他该醒了，大声一点把你们的神叫醒吧。可是呢，连中午都过去了，狂呼乱叫，巴力的先知们狂呼乱叫，甚至到献晚祭。好，所以从早上到中午又到献晚祭。献晚祭是什么时候呢？好，大概是下午3点了。好，一样没有声音，没有回应，没有任何的动静了。好，那在加密山的国家公园，好，那大概高度不高。好，那但是在这里呢，以利亚在这里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重修那毁坏耶和华的坛哦。好，所以我们继续来看30节，以利亚甲众人讲，令我来我家，众人就滚我来伊遐，伊就接受倒坏的上主的这段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12支族的数目，摕12块石。上主捌对雅各讲：你的名要叫做以色列。以利亚因这的石头
奉上主的名起一座坛，伫坛的周围开画堆伫14公升精致的膏，搁摆茶，将牛切一块一块下伫茶顶，讲用4桶堆甜甜的水拼伫烧化剂甲茶的顶面，搁讲拼第二遍，因就拼第二遍，搁讲拼第三遍，因就拼第三遍。水流伫坛的四围，到嘛有水满满。到显会远坐的时，先知以利亚行我这坛讲：上主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求你今仔日，互人知你是以色列的上帝，嘛知我是你的仆人，搁照你的话做这一切的代志。上主啊，着应我，着应我，互这人民知上主你就是上帝，互因的心活倒转。上主就降火，将烧化剂、茶、石头甲土烧了，沟内的水拢烧甲焦焦。众人看到，就拍伫涂骹讲：上主，伊是上帝！上主，伊是上帝！伊利亚甲因讲：甲巴力的先知掠起来，连一个就毋通互走去。众人就掠因，伊利亚就带因落去基顺溪边，伫遐甲因抬死。当前面的巴力先知狂呼乱叫没有回应，以利亚做法是要众人到我这里，原文是靠近我。然后呢，接着他是把那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修好。所以原来在这加密山上，可能就是已经有敬拜上帝的祭坛，但是已经毁坏。那呢，他用了12块石头，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，甚至呢，以石头为上帝的名筑坛，摆好的木材，还有帮牛肚切成一块一块，甚至呢，在这个用一次4桶的水。我们要知道，在那个时候饥荒已经3年多，一桶水是多么的珍贵，但是呢，就这样子一次4桶倒下去，倒在祭物还有柴上面，表示这样子让这个祭物不容易着火，甚至在第2次就8桶，在第3次就12桶，所以12块石头，12桶水。那水从祭物流到柴，流到石头，再流到这个沟，那让沟呢都满的水啊，那也就是说，没有任何欺骗，动手脚的可能。那到晚祭，刚才说下午3点，以利亚呢，就呼叫上帝的名，这里我们看到他怎么呼叫呢？第一个是耶和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使众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那就是，然后再来呢，让他们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我遵照你的话做一切事，求你应允我，耶和华应允我。好，最后呢，使这百姓知道你耶和华是神。好，那以利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耶和华是我的神。耶和华是神。好，所以呢，他也在这边呼叫上帝的名。但他这样子祷告，呼叫，求之后呢，果然火呢就降下来。那这个火降下来，圣经写烧尽燔祭，烧干沟里的水。不过烧尽呢，原文是吞吃，就是有火，耶和华降下火，吞吃了小牛犊的燔祭，连木材也吃掉，连石头也吃掉，连尘土也吃掉。这个火呢，好像吞吃的比较生动，又烧干了。烧干的原文是舔起，舌头舔，就是吃完的，然后舌头还要伸出来舔。这个火呢，就是很有画面啊。在原文当中，所以当百姓看见这个火不是一般的火焰，也不是一般的闪电，连石头、连水沟的水、连尘土，连什么通通都没有了。好，那他们就呼叫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好，那也可以就是说呼叫以利亚，以利亚。好，那所以40节，以利亚呢，当他被服侍尊荣神，
那就要众人好抓住巴力的先知，好不准让他们逃走，好，因为不仅是这些众人以色列百姓害怕，这些巴力的先知更害怕，好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象。但是呢，在申命记13章、17章，好，都有提到说，处死摩西的律法，处死那些的假先知哦，好，在百姓当中，好，所以就到了基顺溪。所以他们从加密山，好，从这个地图或是从这个照片可以看到，加密山下呢就是基顺溪。好，那这些在山上好的这些假先知众人呢，好，应该是比450个人，好，巴利亚瑟拉加起来850个还要多，好，所以才可以抓住他们。那以利亚就在那边把他们都杀了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最后的41到46节。伊利亚甲阿哈讲，当你通去啉食，因为有听到大雨的声，阿哈就去啉食。伊利亚就去加比山顶，跪伫土骹，面趴伫两个骹头有的中央。伊利亚对伊的仆人讲：你上去看海迄边。仆人就上去看，讲无看到什么。伊利亚讲：你搁去。伊连续叫伊去看7遍，到第7遍，仆人甲伊讲。有看到云对海连起来，亲像手盘遐细。伊利亚讲：你去对阿哈讲，就准备车落去，才免互雨阻挡。一时仔久，天因为风甲云变黑暗，落大雨，阿哈就坐车去亚述列。上主的气力临到伊利亚，伊就摇大把好势，规蛇路走伫阿哈的头前，直到亚述列的城门。好，那最后这一段呢，好，这个旱灾终于要结束了。好，那昨天17章有提到，在撒勒法寡妇的家中，好，那个坛内的面必不用尽，瓶里的油必不短缺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好，所以当这边开始下雨，好，撒勒法寡妇家中的这些面还有瓶里的油，好，就不会再供应。那但是以利亚呢，却在这里非常的贴心，对亚哈，好，就是杀了这些先知，感觉好应该顺势，好，就是连亚哈也杀了啊，好，然后再立一个新的王，好，但没有，以利亚的做什么呢？叫亚哈王，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，好，因为这个从早晨经过中午到现晚季。可能亚哈呢也跟着狂呼乱叫，或是在山下看他们山上的斗法，所以以利亚要他上去吃喝，好，表示他可能还没吃东西，然后又提醒他，因为有暴雨的响声，好，那众人不一定有听见。当亚哈上去吃喝，以利亚做什么呢？42节，以利亚上到山顶，屈身在地，把脸伏在两膝之中啊。好，那我们再重新看第17章第1节，以利亚那时候对亚哈说：“我指着说侍奉永生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水，也不下雨。”那以利亚呢，在经历这3年多之后呢，他的祷告不是说好下雨，哎就下雨，没有，好，他在跟这些巴利的先知、亚瑟拉的先知，好这样子的征战当中呢，好，他最后仍然是屈身在地，把脸伏在两膝之中哦，好，那这里就没有听到他怎么说，好，但是呢，他却对他的仆人。好，那在这里也是第一次我们看到以利亚的仆人啊，这仆人呢，好，至少可以确定不是在基利溪，因为他是单独一个人。然后呢，他在对加密山上的时候呢，说所有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好，但是这里他却已经有了仆人。好，那这仆人呢，可能是从撒勒法寡妇家中跟他来的，好，或是呢这个撒勒法好死里复活的儿子，好就来跟随以利亚，好，并没有特别提到。但是这个仆人呢，当以利亚在祷告，好，这仆人呢，好就去替以利亚看海，好，那看海，那就从这个照片上，好可以看过去，好，这个海到底有没有云？好，我们从这照片上看，啊，云很多，好，但是在那时候旱灾当中呢，可能连一朵云都没有啊。那连续7次。终于有一小片的云从海上来，好，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像手掌那么大，
好，但是以利亚知道，终于雨要来了，好，上帝垂听祷告了，好，所以这场雨呢，也是以利亚屈身在地，把脸伏在两膝之中所求来的。他还非常贴心，告诉以利亚赶快下山下去，免得被淋湿、被雨阻挡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所想象的，以利亚他没有狠狠的教训亚哈王，反而还提醒他吃饭，然后当要下雨的时候，还很贴心的告诉他赶快下山。好，然后呢，亚哈这时候就很听话，就回耶斯列他的行宫。好，耶斯列。那但是呢，46节说耶和华的手按在以利亚身上，这个手呢，原文也有翻成耶和华的灵，或是耶和华的力量，耶和华的权势在以利亚身上。好，那这些在他身上呢，让他做什么？让他束上腰，奔在亚哈前头。亚哈呢还有马车可以坐，可是以利亚呢，他却是用跑的，好，一路到耶斯列，好，在这个平原的后方，好，就是耶斯列。好，耶斯列的意思就是神栽种，好，距离加密山大概是25公里哦。好，那但是呢，以利亚他在这样整天的争斗当中，好几年的饥荒当中，好我们看见他还是有异于常人的体力能力，好，因为上帝的手、上帝的灵在他的身上。今天的金句36节，高显会远坐的时，上帝以利亚行我这段讲，上主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求你今仔日，互人知你是以色列的上帝，嘛知我是你的僕人，搁照你的话做家的一切的代志。好，所以以利亚最后要见证的，不是照他自己的意思，不是照他自己的话，好，一切都是照上帝的话做这一切的事情啊。当假神啊，不，因为他是假神，不能够给人回应，所以假神给的回应永远是死寂与空虚。唯有那位用生命和话语回应我们的神耶和华，才是唯一的真神。我们思想现代的巴利，往往可能变成金钱、权力、名声，或是安全感、舒适。而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出现心持恶意、脚踏两条船好的危机呢？最后，我们的祈祷，好，愿主的手、主的灵、主的力量、主的权势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能够束上腰，并且能够奔跑在仇敌的前头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看见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在列王记上第18章，好，非常精彩的一章，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仆人是怎么样子的顺服上帝的话，能够来成就这极为荣耀的见证。也愿上帝你再次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你，在你的话语能够建立信心让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、你的灵所充满，使我们能够行走不困倦奔跑不疲乏，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在你面前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